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好。那这个案件的经过哈，就是我们成功路派出所早上9点多的时候哈，有接到我们市内某间医院哈，他们通报哈，就是说我们那个在我们小区中华四路某舞厅哈，有一个被害人哈，他有刀伤哈。那经过我们了解的时候哈，那因为就是有我们那个盘球场的团员哈，他们就是从南头下来哈，在我们某那个舞店里面消费哈，一直到早上9点多。那出来的时候哈，刚好有碰到另外一团哈，也是4个人的哈，就是在停车场那边哈，就因故发生口角哈。那发生口角之后，那个对方哈，就是他们有拿出刀子哈，从我们受害者哈，就是我们无姓被害人哈背后哈刺了2刀。另外有一个哈，他们也是持刀去攻击我们另外一个班长的车子。那我们那个被害人被刺2刀之后哈，我们同险有人哈，马上就把他送到我们那个医院去哈。那去医院之后，结束以后，他们就是马上到我们中路派出所，来那个提告哈，制作笔录。那我们这边呼吁哈，我们那个绝不容许哈暴力的发生哈。如果在我们辖内有任何暴力的情形的话，我们警方立即会那个气获到案然后打击犯罪在此呼吁我们的不法分子绝对不可以在我们辖内有任何滋事的情形。这个纠纷到底是为什么而来？有擦撞还是怎么样？据了解，他们是2台车就对方都是各4个人2台车那应该是9点多消费结束的时候等在门口可能是应该是一侧关系就发生口角。当时他们这个团现在下来是准备找朋友还是？他们是来下来找朋友的朋友完之后，他们就到某舞厅那边去消费的。是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因为一侧发生口角。那双方是互不相识？双方互不相识都不认识。那他们有特地针对那个超爱甲那个人吗？没有，他们就是没有针对，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对方的身份。那是因为真的是偶发事件就在那个一侧的时候就。双方口角之后，因此的话，这是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团员的部分是受损跟受伤的部分。对，就是我们那个无姓被害人就是超爱甲他的背后受了2伤。那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他已经到医院里面去，他已经等于去那个什么发烧完之后，那现在回来要提告的。那我们检察官规定受理的。我们现在初步看起来应该是折叠刀，折叠刀。那现场除了攻击人，还有攻击车子。还有攻击车子，另外就是现场就只有2个人动手而已，一个是攻击人，还有一个是攻击车。那另外2个在旁边叫嚣而已。叫嚣实际上是动手是2个人。那被害就是我们一些无姓被害人，就是我们那个受害者，他有受伤而已，其他都没有。那目前锁定对象是？我们有锁定对象的因为现在还在抓人所以抱歉了我们现在还在抓人当中。已经有锁定对象的那应该我们很快就会把犯嫌缉捕到案。